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4月21号。今仔日的圣经是诗篇150篇，箴言第9章第1节到第6節，马可福音16章第9節到18節。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来分享是真信心。会记你用过台湾还阁只有联考的这个时代，常常听人讲对家己所面对联考的时阵呢，除了少数讲一向功课拢足好，足有把握的人，其他大部分的人会讲吼，人人有信心吼，个个无把握啦吼。到底信心是啥物货？咱会讲无把握，是安怎会叫做有信心呢？圣经有真侪所在记载呢，用无共款的角度来做提醒甲教导关于这个信心的功课。一般来讲，希伯来书会讲的信心比较是较抽象的，亲像在11章第1节，伊讲若安尼，信心是啥物货？信心是所仰望代志的把握，是对迄个看袂到的代志的肯定。虽然即句话即节的经文看起来是真抽象，但是咱若接续看希伯来书后续的经文，来回顾圣经中间的信心的领袖才会伟人。这个代志来看的时阵，其实是希伯来书所咧讲的信心是非常实际，因为遐信仰的前辈领袖，因拢伫生活中间去展现出对上帝的信心甲倚靠。信心并袂因为一个人的地位、伊的职务、伊的财产有偌济有所无共。就连耶稣基督伊的门徒这学生，虽望因对这个一开始就对耶稣基督整个的这个3年的时间，拢对伊伫迄个所在传福音。但是当耶稣基督受掠、受难、受钉伫十字架死，佮埋葬了后，因拢惊吓。因拢失去信心啊，对我嘛无信心。我相信这对基督徒的生活来讲嘛是安尼啦吼。真侪时阵，当咱拄着困难、窒碍的时阵，咱就真容易来失去信心。咱看见今仔日的经文伫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这个门徒显现的时阵，这段记载特别拄对14节来读到18节。伊讲最后，耶稣这当咧食饭的11个使徒显现，伊责备因，因为因欠缺信心，搁固执，因无相信伊搁活了后看见过伊的人的报告。伊对因讲，恁着爱去到全世界逐所在去，全人类来传福音。信佮接受的人，接受洗礼的人一定要得救，唔相信的人就要被定罪。信的人有行这个信者的能力，因会奉我的名赶鬼。因会讲新的灵语，用手掠蛇，啉有毒的物件也袂受伤害。换手伫病人的身上，病就医好。信心是拄着困境的时阵，犹原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老师再讲一摆吼，信心是拄着逆境的时阵，犹原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或者是讲，咱会当更加明白来讲，就是讲，
信心并不是家己坚持家己的想法，家己照家己的意思去做，这种不是信心，乃是爱顺服上帝的旨意。有时真侪时阵，上帝的旨意是甲咱的意思是相反的，亲像耶稣伫客西马尼园的祈祷。虽然咱看袂到结果，但是咱犹原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这才是真正的信心。千万毋通真做一个固执伫家己想法的基督徒。只有遐个愿意顺服、愿意跟对上帝的人，这种的人才会通叫做真正有信心的人。亲像耶稣基督的客西马尼园，牧师佮强调一摆。耶稣伫客西马尼园祈祷，讲爸啊，求你将这个杯山走，但是毋是趁我的意，是趁你的意。咱去看今仔日的经文，伫马可福音所记载14节讲，迄阵的门徒因关起伫房间顶，照约翰的记载是锁起来，因真惊，但是呢创啊，因伫遐三甲啉食呢，伫遐咧享受呢。咱真侪时阵亲像安尼。门关起来，伫遐咧享受，但是因阁用家己的想法来处理所面对的困境，因坚持秘条的，因掠做安尼坚守伫遐，就会当得到福气。但是耶稣基督无爱因死守伫迄个房间内底。无爱因伫遐关伫房间，干那伫遐享受做伙食饭的生活。耶稣基督爱因行出去，去面对困境，去面对威胁，以及因所无愿意接受的真实的结果生活。因为只有安尼愿意付出行动，才会当脱离迄种嘴讲的信心。才会通改变家己的性命，才会通去影响别人，才会通互人归主，才会当互人得到福气，才会通借着咱所传的，互人得救。咱去看到今日的经文箴言的提醒，伊爱咱行有智慧的路。什么是有智慧的路？就是借着上帝。耶稣基督所带领咱要行的路，毋是家己的路，毋是家己的路。若是咱无要行基督的路，来坚持偏行家己的路，那安尼咱就必须爱去面对咱家己的后果。伫马可福音所讲的，跟对主耶稣基督，互伊正做咱。替咱担当，来行伊的路，伊就替咱担当，这敢毋是上有智慧的选择吗？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4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50篇，箴言第9章第1到第6节，马可福音第16章第9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信心。记得以前台湾还只有这个联考的这个时代，常常听到一些面对联考的人
自己这样说了哈。当然就是说，有一些人真的是平常功课就很好，非常有把握。可是大部分的人会说，面对联考试，人人有信心，可是呢，个个没把握。到底信心是什么？圣经有许多处都有记载，也有不同角度的提醒、教导跟思考。希伯来书对信心是非常有琢磨的一本书卷。那希伯来书对信心的说法呢，是比较抽象的，它的定义我们就看11章的第1节，经文是这样说到：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这一段的定义听起来是非常抽象的可是我们如果继续看希伯来书的记载，后续的经文里面他所回顾的圣经中信心领袖们的故事，那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希伯来书所提到的信心其实是非常实际的。因为这一些信心的领袖呢，他们都在生活当中非常实际的展现出对上帝的信心来跟随上帝。信心并不会因为是人的地位、职称、他财产的多寡而有所差异。就连那耶稣基督的门徒们，虽然他们从一开始就跟随耶稣基督，足足有3年多的时间跟着他传福音，学习他的教导。可是一旦他们遇到耶稣被抓了，受难了，受定于在这个十字架上了，死了，又埋葬了。我们看看圣经的记载，这些门徒都害怕了，都失去信心了，连人家跟他们讲说耶稣复活了，他们都不相信。其实这样的情况对于基督徒的你我而言，我们的生活来论的话，其实也是如此的。当我们遇到一些困境，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就失去了信心。牧师把今天的马可福音16章第14节到18节来读一次。最后耶稣向正在吃饭的11使徒显现，他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既缺少信心又顽固，不信他复活后看见过他的人所报告的。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福音。信而接受洗礼的，必然得救；不信的，要被定罪。信的人有行这些神迹的能力，他们会奉我的名赶鬼，说新的灵语，用手拿蛇，喝了有毒的东西也不受伤害，按手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在遇见逆境的时候，仍然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或许需要更明白的说明，信心并不是坚持自己的想法，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叫信心，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去回想一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在逆境当中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个才就是叫做信心。即便上帝的旨意是跟我们的意见怎么样相左的。刚刚牧师举了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他说：父啊，请你将这个杯移走，但是顺你的意，不是顺我的意。当我们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是相违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个叫信心。即便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结果，就像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所说的，但是我们仍然愿意相信上帝，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基督徒要切记，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固执于自己的想法的基督徒。今天在马可福音16章第14节就讲非常清楚，因为他们既缺少信心又顽固。我们不是要固执于自己的想法，我们是要愿意顺服，并且跟随上帝的这样的人呢，才是所谓的真正有信心的人。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所记载的那一些门徒，他们宁愿躲在房间里面。约翰福音的记载说，他们是把门怎样深锁，他们害怕，可是他们完全用自己的想法来处理所面对的困境。他们坚持躲藏，坚持在那边门关起来，一起享福，一起吃饭。他们死守在那里，这个不是耶稣基督要他们做的事情。耶稣基督不要他们门关起来，在那边一同享受餐食这样的生活而已。耶稣基督要他们走出去，去面对困境，去看见威胁，以及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的面。因为只有这样的愿意接受事实，愿意付出行动，才能脱离这个用嘴说的信心的程度，才能改变自己的生命，才能去影响人，才能使人归主，才能使人蒙福得救。箴言今天的经文也这样提醒我们，我们要走在智慧的道路上面。什么是智慧的道路？不是走自己的路，是走耶稣基督要我们走的路。若是我们不走基督的路，就像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里面所说的，我们要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去面对自己所做的后果。坦白来讲，跟随耶稣基督，让他为我们担当，这不是最有智慧的选择吗？